大家好吼，咱即摆小可来讲一寡迄个 Microsoft 的 Office，咧处理咱台语 Unicode 的时阵，定定会出现的问题吼。咱做老师足侪拢会用到 Word 甲 PowerPoint 啦吼。咱先来讲 Word 的部分吼。即摆迄个 Microsoft 吼，伊的系统已经到迄个 Windows 10吼。Windows 10吼，伊的 Unicode 的显示已经是真进步啊。毋过吼，你若用伊的 Word 吼，你会当看出来有袂少所在拢会有出现迄个无水开的所在啦吼。像我即摆显示即个，大家会当看到讲，即个乌迄点吼走伤悬去吼。有人讲，老师，这字体选择的问题吼，咱即摆来试吼。咱用咱以早台语界吼，家己制作的这台语 Unicode 吼，其实这是上水的字体啦，就是 Unicode 内底上水的字体。伊甲迄个 Times New Roman 吼是差不多共型，毋过有比迄个 Times New Roman 吼较细汉小可。你若目睭较力的人吼，随看会到。你家用即个字体吼，你看感觉着较水气啊。毋过吼，到即摆即个 Windows 10吼，伊阁会留一个破伫咧吼，就是即个所在。即个即个吼第8声即个符号吼，迄个第8声迄个所在吼，伊拢会安尼歹吼。这是目前Windows 10配合 Word 小即个 Unicode 台语 Unicode，咱用即个台语 Unicode 字形的时阵，剩的唯一的问题啦吼。无咱若是用，比如讲迄个罗马迄个 Times New Roman 吼，就是伊系统教的即个字体吼，你看吼，即个字就介水有无吼？毋过即个伊的乌就较歹吼。大家看到即个下骹即个红线吼，是毋是咱看即个咱台语文的时阵定定出现这吼？这是咱会当甲伊设定，互伊莫用即个红线吼。安尼设定吼，伫个你的版本内底吼，我毋知伫倒位，毋过吼，就是有一个选项遮吼。选项内底有一个校定吼，即个所在吼。伊迄红线意思就是讲，你可能写毋着字啦，所以家己提醒吼，所以咱叫伊莫检查就好安尼是毋是就无迄个红线所以若是Word 你要安尼用吼，像即个乌即个点吼，即个 Times New Roman 是伤悬啦，对吧吼？伊若到第7声的时阵，你看迄个伊迄个声调符号甲迄个乌一点吼卡掉，而且迄个会走位去，阁有即个问题第5声，即两个拢无问题吼。
通常即个显示会出现即个问题就是较特殊的符号啦较特殊的符号一般人毋知影到底是倒几项若较食网的人就较知影讲大概就是即个乌遮啦我按第二声开始。像即种的伊即摆即个显示是用无共字体则是讲字形即个字体一般咱较会用安尼但是你看即几个，即个先莫看，即个先莫看。即两个是毋是真无数字？搁有一个硬换的有无？会变安尼即摆你若即两个网会接受的啦毋过即三个安尼袂接受的对无？即种的你若用咱的字体其实就水但是即个你会感觉安怎用拢袂水，这是Word 本身的问题这较费气啦安尼要怎处理咧？像若我会选择先用咱的台语 Unicode 大部分拢较无问题较袂出现即种的你看。安尼较袂有款问题这安尼嘛是会当接受敢若剩即个嘛对吧？所以我即个我会甲伊用取代安尼取代取代啥呢？即个取代进前先设定字形才有一个较少你即个4个即条爱伫即格伊才会当有设定格式有一个字形，你会当选即个选伊的系统互咱的 Times New Roman 安尼安尼设定了你甲伊全部取代yes 伊就会即个就会看起来水你看即个乌安尼嘛水安尼的 Word 安尼就袂歹你若要做教材安怎上好你即个 Word 莫直接用 Word 做教材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你甲伊嵌做迄个 PDF 档案无另外一种就是做图嵌做 PDF 的时阵是安尼像安尼选定的时阵才有一个 PDF 的选项点落甲伊嵌起来安尼你大概就无啥物问题，这 Word 安尼就会无问题啦咱来搁看我搁需要 Word 对，就是要处理 PowerPoint 的问题来PowerPoint 伊的问题愈多因为 PowerPoint 伊要做一个电视的录音所以伊会当显示的愈无水啦像讲迄个小画家嘛是安尼
小画家的小画家的迄个，伊会当显示的字体愈少，啊，所以出的问题就愈侪吼。啊，像即个吼，伊显示是即个字吼，就叫做 Rockwell 吼。啊，你若感觉你喜即种字体吼，你无想要换，要安怎用？我的建议就是，反正咱嘛袂讲直接去，咱家己烧会使吼，就是咱家己的电脑字体有诶，伊就会当烧。啊，若无吼，你要去别位烧互看，还是讲你要互囡仔做伊的家己自修的迄个教材时阵吼，你 PPT 互伊吼，伊的电脑伊的啥物会显示，其实拢袂正常。吼，像讲你 PPT 传去你的手机啊，吼，显示都无共去。吼，啊，即种所以上好的办法吼，当然是若电脑会当处理着，咱处理了啦吼。啊，毋过你若选字型吼，真正咱即马PPT 会当支援 Unicode 水的字型，无几个啦。吼，除非你电脑真老手，啊，无真正真恶处理。吼，啊，所以有一种变通的办法，就是无我甲嵌做图，吼，啊，我修改迄个图，安尼，吼，修改即个图会变安怎呢？来，我先烧一个图，互大家看一下吼。吼，咱嘛是像即个图吼，安尼水水的图有无吼？字嘛水水啊吼，安尼。啊，毋过吼，你若 PPT 吼，你来我 PPT 吼，我先莫变字体吼，用这安尼看起来安尼有一种 feel 啦吼。即个 PPT 吼，字眼我要变做图，我先用字眼吼，全荧幕烧起来吼，啊，甲伊掠做图，吼，大家会记得袂？吼，你画面掠图是你是迄个 keyboard 顶悬有一个 print screen 有无？是一个吼，啊，则去小画家，吼，安尼，小画家搭起哩，吼，像安尼吼，等下，我用一个新的较好。吼，安尼，吼，啊，安尼就是嵌做图啊，对无？吼，啊，咱甲即个倒位歹的所在，歹的所在吼，就是遮侪啦吼。吼，歹的所在有遮侪，啊，咱家修改就好啊。啊，要安怎修改？一个去改啊。吼，像即页你看，1、2、3、4、5、6、7、8、9、10个所在。吼，改了就水啊，吼，来我改互恁看吼，这可能爱耐心吼，啊，甲迄个手莫掣吼，吼，像安尼，吼，你会当甲伊放大吼，就是你看的时阵吼，即个会当放大吼，啊是讲你 keyboard Ctrl+7咧，啊，鸟鼠仔吼，迄个滚轮有无？迄个链仔甲吐起哩吼，吐起哩就是放大，啊，吐落来就是放细吼。啊，咱因为要做迄个幼工，所以咱甲放较大来看吼。吼，像即个5，即个乌一点吼，走伤远啦，吼，啊嘛伤悬吼，咱感觉歹，咱甲伊刷来，吼，用啥物刷？用即个选处吼，啊个选起来吼。啊，像即个第八声即个吼，爱注意就是。因为你刷过吼，刷过其实是甲你选的所在的图吼，会看过原底的所在，啊，所以你选的时阵吼，像即个尽量吼，大安尼就好，吼，莫伤超过，吼，较袂去加着别人的图，吼，安尼，
安尼是毋是就水啊？五月啊，初五吼，啊，即个五嘛爱对无？啊，啊，你安尼改吼，字啊可能爱改，你若较惯势啊吼，手较溜咧，还是讲你做了已经熟手啊吼，就会较紧啦，吼。啊，你若头一摆做吼，你会感觉足歹选诶吼，安尼。啊，所以你这个鸟鼠仔诶操作吼，爱较熟手诶着是，吼。就安尼第一拍者吼，即个所在，即 OK， 即 OK， 即个 OK， 即个 OK， 吼。啊，搁有无？第一拍无啊嘛吼。好，来第二拍者吼，秋分过了吼，露水重即个露吼嘛是共款吼，若乌诶拢爱嘛对无？所以内底有乌诶，就是爱有修改吼。啊，你若改了，逐个乌拢无啥共，迄嘛袂要紧啦，吼。颠倒有一种 feel 啦吼。啊，像这第五声即个吼，即个走伤远啊对无？吼，走偏去啊，安尼你家己选起来，后尾选互伊较大诶就好啊，吼。安尼。减选一个有无吼？加留一个点有啊，袂要紧，莫爱啊，莫爱就是甲选起来吼，啊，甲 delete 吼。安尼其实差一丝丝啦吼，你大张咧看无啥差啦吼，用准过吼，一丝丝仔若袂要紧。颠倒有变做你家己手工诶，迄个手路吼会分野，就变做别人袂当甲你迄个侵权 copy 吼，安尼。安尼。啊，你咧刷诶时阵吼，你若感觉特别拢刷伤大格吼，右路诶所在呢足歹刷诶吼，你会当Ctrl+咧，啊才去刷。吼，啊我咧刷诶时阵，我拢毋是鸟鼠去刷，我拢是迄个 keyboard 顶悬迄个方向，迄个4个方向，迄4个 key 吼咧刷，吼，安尼，吼安尼，吼。安尼，即个即个日安尼就好啊，对吧？吼。啊，过来第四拍吼，第四拍较少吼。即个共款是即个。啊，你若感觉即个真正足歹刷吼，你会当拄啊刷好一个啊嘛吼，你会当用即个选的吼。来，安尼，我做好啊，即个做好啊嘛吼，所以我甲选起来吼，Ctrl+C，Ctrl+V，吼，啊伊会囥伫遮。吼，啊你则用鸟鼠安尼甲刷过来，吼，甲取代去，吼，安尼较紧啦，较轻松啦，吼。因为咱若是咧做即种诶时阵吼，应该是足侪时阵拢会做共款诶代志，吼，啊，所以你爱会记诶即种办法，吼，安尼就水啊，对无吼？有啊，咱拢家改了啊。还是倒位阁无改着吼。啊，像讲我进前吼，往年吼，我即个 H 减拍吼，啊，迄要安怎？迄共款，甲另外一个 H 掠来 copy 来囥遮就会使啊。但是吼，我小一个即个来，吼，大家看一下。毋是即个。来，先用即个小就好啦。吼，你会当安尼选吼，选到后壁遮吼，吼，譬如讲原底安尼拍毋着对无吼，吼安尼，吼，啊你就甲即部分选起来，
啊，甲刷位，安尼，刷去较好诶位吼。啊你则减一个 H 吼，你用拄仔迄个 Ctrl+C、Ctrl+V 有无？但是即个莫加着吼。若选毋对吼，用按 ESC 吼，搁重选。其实你鸟鼠啊，搁重选伊就会进前选伊就取消吼，安尼。Ctrl+C、Ctrl+V 吼，啊，着加一个 H 吼。即个是饲迄个，我饲迄个方向迄个器吼，伊会走较紧有无吼？啊，你饲鸟鼠啊，惊会处理，惊会手错啦吼，安尼有无？安尼，安尼着修改甲真水啊，对无？啊，嫌做图吼，你要传迄个手机啊嘛，介方便啦，介利便。啊，你要做教材嘛，介好用，安尼。啊，伊诶缺点就是讲，你要搁伫顶悬修改，你就共款爱搁来消化者搁修改，这是真正不得已啦吼，则搁一个啦吼。像我即个安尼选吼，选到伤下骹吼，甲我若刷过有无，会看着即个 M 吼，所以你爱选较莫遐下骹诶吼，安尼，啊甲刷过，安尼，安尼着成品啊嘛吼，啊着当牵起来吼。我这叫做修改啦吼。即个修改好吼，你要用 PPT 嘛，你则该全部Ctrl+A 全部选吼有无？该Ctrl+C 转去即个 PPT 搭起，安尼人就看袂出来讲你这 PPT 迄个歹诶所在有无？以上大家会当找时间练习啦吼，录到遮就好啊。